来继续来看这个大港的龙头鸿海集团，今仔日开股东会，这嘛是创办人郭台铭入任以来新任的董事长刘永伟头摆来主持股东会。刘董事长来宣布，鸿海未来会以人工智慧、半导体以及新世代5G 通信为主，也就是来锁定着三大产业。 甲三大核心技术的3+3的方案，这个鸿海上大支持者、资深的股民阿土伯啊，嘛来发出讲，这个鸿海未来的股价，伊看好会起到300块。鸿海开股东会，累计为1月份到5月份营收是1兆6000多亿。 年减6.74%，受到疫情影响真明显。因过股东会中嘛通过配发现金股利4块2，这是有史以来第2悬的。刘永伟头一摆主持记者会嘛，发表伊对集团的新拿度。三大产业呢，能够提升我们的毛利率，在2025年能够从目前的将近6%的毛利率，提升到10%。 较早大工厂总是被归类于毛利率较无悬，刘永伟规划讲5年内毛利率会提高到20%。在接手1年后，刘永伟的表现，资深的股民阿土伯啊嘛加鼓励。300会高哦，有信心会高哦。200块啊，是我们的规划。多出来的100块，真的是可能要靠我们创办人啊。 刘永伟头一摆表现真在，毛到大卡甲股东翕相，展现亲民的一面。 股民嘛真会民主，今仔日鸿海股价要冲破80块，这创下3个多月来新高点。新鸿海时代，老党的要行出甲贵党的无同款的路。